我觉得在艺术村里面当驻村艺术家，最大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艺术村还是艺术聚落，就是一个平台，你可以快速的认识很多就是艺术圈的其他朋友，有可能是你的前辈，有可能是老师，有可能是跟你并肩作战的伙伴，就像是我在这边也有跟其他艺术家一起参与联展。在四山我的其中一个联展，我就是拿2台电视机。我展览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有访问，3位都是客家人，都是妈妈，都是人家的媳妇。但是这3位就是客家的妈妈，都是嫁给闽南人。这个会2个，就是会一样的妈妈角色，一样的影像这样子。然后一边是只讲客语，这蓝色这台都只讲客语，同一个人哦。然后这边是讲着流利的闽南语。